着三步有禍，好好揣摩一風一火不許錯。今天記緊心平氣和，心思交要不只算清楚切磋，眉頭眼額看穿，再對準心窩。可愛野蠻又有邊界，智慧印象派，好勝心足快，不許太乖，心驅我快，花花傳遞，但是望便愉快。頑皮如率真女孩一個，若你碰上她爭執小快為多，若是你面和敲醒你額頭，幫點裏漫步盡情告別，相信不就是一係咁呢首咧就係我嘅獨唱歌就係 Cheeky Girl 啦，咁就係 CY 幫我監製啦，咁編曲都係 CY 啦，填詞咧就係小黑嘅，咁我自己寫啦，耶！我好中意，我真係好中意。其實呢首歌寫嘅時候，我覺得咧原來寫一首歌好好玩啊，係因為咁啱自己有部琴，自己之前有啲studio 錄音經驗啦，咁就可以有啲 program 可以整到歌，咁啊，我覺得咧寫歌係要好講嗰個靈感，即係有咗靈感嘅時候，你要點樣去將件事去做好啲咧？即係原來寫一首歌係好快，但係要包裝嗰首歌去再諗去點樣去做佢就花好多時間，好難咯。同埋詞方面咧幾好玩，因為我個人又未試過啦，咁我記得初初佢叫我問我想要啲咩時候，我就咁噏咗我要形容 cheeky girl 啦乜乜乜，咁原來咧我冇諗過原來要好深入嘅問得，即係因為原來大家都唔係咁知咩叫 cheeky， 因為好難形容，我都同佢做咗好耐 research 先至 search 到cheeky 真正意思應該係點，因為香港呢 search 係原來係厚面皮啊，即係啲唔好形容詞，但係其實外國嚟講咧，其實係一個好潮嘅呢個字，即係講一個新的女生態度，就係歌詞最後一句咯，咁就講緊一個女仔要點樣同男朋友得到佢嘅歡心呢？就唔一定要好 strong 嘅，亦都唔一定要好柔弱，即係你要好識得去運用你應該去點樣去氹個男仔啊咁樣咯，要有智慧咯。同埋我同小黑講話，我想寫呢份詞，其實我好想創造一個女仔出嚟啊，即係可能香港或者即係大家心目中未有一個女仔係咁嘅性格，我想創造一個人物出嚟，咁就小黑做到呢件事咯，所以好中意咁樣咯。